好難玩。美元嘅話咧，喺呢個地球上面唔會消失嘅，未來美元會貶值，會瘋狂地貶值，因為好明顯啦，特朗普佢已經為美元貶值花咗1年功夫噶啦，令到鮑威爾低頭，過多唔係好耐嘅啫，佢就要退任。喺佢退任之前已經跪低咗噶啦，鮑威爾。下一任人選特朗普已經喺度籌劃緊嘅啦。第二樣嘢打咗個委內瑞拉，控制咗個石油，係全球第1位嘅石油儲存量。如果呢樣嘢由人民幣定價嘅話，美元就冇運行。佢一貶值嘅話，啲人真係散嘅，過去成個美元。但係佢控制咗嘅話，將來呢個委內瑞拉所有出產嘅石油都以美元定價，鞏固翻美元嘅定位，佢就可以瘋狂地貶值啦。咁就大家唔會放棄呢個美元。最令人大家擔心嘅就係一旦放棄美元嘅話，佢美債就冇人要噶啦。佢依家令到大家都放棄唔到美元，又瘋狂地貶值美元，所以令到佢美債嘅還款成本低好多。呢個就係重要嘅操作之一。如果你諗住短炒美元嘅話咧，